大家好，我係教通識嘅康 Sir。2015年嘅 DSE 啦，啱啱就放咗榜啦。咁啊，大家學校嘅師兄師姐考成點啦？咁今年咧，咁就拎通識拎到5星星嘅同學仔百分比咧，只係1%嘅啫。咁即係話6萬幾人入邊咧，得600人係拎到呢個5星星嘅。咁而康 Sir 學生入邊咧，到而家為止咧，起碼已經有150個係拎到5星星啊。咁即係好簡單，每4個拎5星星嘅同學仔入邊咧，最起碼有1個係報緊康 Sir、報緊我呢邊嘅。咁到底點解會有咁好嘅成績咧？非常之簡單啦，因為我嘅堂入邊咧係絕對唔會吹水，我哋係零嘅廢話，我哋會用100%嘅時間咧，全部教你答題，我哋係要訓練大家嘅答題嘅能力。咁乜嘢叫答題嘅能力咧？非常之簡單，咁即係話見到題目嘅話，10分分邊5個 point， 8分分邊4個 point， 點樣分 point 點答題咧？嗱，咁第二咁啊，到底點樣推論咧？見到一段，到底點將佢寫大佢啦？中文點寫大佢成為10行8行啦？英文點樣寫12、3行咧？你就咁做。而第三啦，點樣做到反駁？凡係有立場嘅題目，人哋問你同唔同意，你答同意嘅，點樣做反駁咧？再跟住點樣概念化？呢啲嘅答題嘅能力咧，都係去考試非常之重要嘅關鍵。但係普遍嘅同學仔咧，都係掌握唔到嘅。咁啊，為咗幫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啦，咁所以嚟緊9月嘅時候咧，就會有一個 regular 嘅課程啦。中六嘅話會有7期，而呢個中4、5嘅同學仔咧會有9期嘅。喺呢啲咩課堂入邊咧，我哋會逐個單元嘅題目去教嘅，例如全球化啦、現代中國啦、今日香港啦等等，咁就上堂嘅時候咧，100% 嘅時間全部教大家答題同埋概念，咁就令到大家咧去考試嘅時候，可以用1分鐘嘅時間即刻有效地構思到我哋答題嘅方向，非常之簡單。我哋嘅目的係非常之清楚嘅，就係希望令到大家去考試嘅時候咧，可以拎到5星或者5星星嘅成績，跟住順利入讀大學。咁如果你嘅目標都係咁上下嘅話咧，咁就歡迎大家嚟緊就上我嘅堂啦。咁大家到時上堂見。